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阿明，你敢有听过一句俗谚？天顶天公，地下武曲公。有啊，不过有一寡所在会讲天顶雷公，地下巨公。不管天顶是天公，也是雷公，听起来拢真合理。因为伊在天顶权力上大，万项代志拢是伊在管的。啊，这地下武曲公是为虾米啊？这两句话比起来，就知影阿舅的地位是真悬。亲像伫咧嫁娶这款喜事的场合，阿舅一定是坐大位，而且阿舅若还未来，大家拢袂使同换地。到阵阁有真侪家庭安尼做呢。阿舅的地位会遐尼悬，有真侪讲法。其中一款有人认为，伫古早的母系社会，厝里的财产拢是继承阿母迄边的。阿舅伫后头厝是父权的代表，当然地位足悬。另外有一款讲法是，阿舅伫查某囡仔的后头厝扮演一个保护甲守护的角色。若是嫁出去的查某人受到委屈，也是互人欺负，会当出声体讲话的，就是阿舅。所以阿舅代表的是后头厝规个家族，互大家知影，查某人随往嫁去恁兜，也是有人会做伊的靠山哦。毋若咱拄则讲的，阿舅伫喜事的场合坐大位，敢阁有啥物甲阿舅有关的风俗呢？有哦，可比讲，伫结婚的时阵，外甥甲外甥女爱传一个专工互阿舅的母句贴，伊的内容甲一般的喜帖有淡薄仔真差，就是伫文字的使用会较正式，而且外甥、外甥女必须爱亲身甲贴仔摕互阿舅，安尼敢阁有漏口气的。好，我来补充一个。较早若准外甥女有生，头一个爱通知的人是阿舅。若是囡仔出世，嘛爱先讲互阿舅知，甚至是囡仔的满月酒，嘛是交互阿舅来主持。所以讲，不管是喜的，还是丧的，甲阿舅有关的风俗拢真侪。这个风俗拢看得出阿舅的地位真悬，嘛真重要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甲大家介绍的俗谚。天顶天公，地下武曲公。感谢大家收听。